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雜架攤阿朱，今日同租爺爺去咗黃大仙一間商場2樓，搵到呢間講嘢兩餸飯，時間係晏晝5點鐘左右，已經見到好多人排隊揀餸，地方望落乾淨企理，有好多座位可以堂食，即刻埋去睇下有乜嘢食先，睇下價錢。兩餸飯35蚊，3餸飯就40蚊，連埋例湯，都好多種類喎，有好多菜，熱辣辣。燒肉同雞都好靚仔，有咖喱牛腩、牛尾、紅燒豆腐、滑蛋蝦仁等等。換個靚位再影，最後租爺爺就叫咗咖喱牛腩、生炒排骨、紅燒豆腐。咖喱係傳統港式茶餐廳味道，夠晒香濃，牛腩好腍，生炒骨香脆夠味，紅燒豆腐外表甘香，裏面軟滑，非常好味，食到唔記得拍片，真係唔夠專業啦。個湯係用個罌嚟裝嘅，再望下隔離阿叔個兩餸飯，真係熱辣辣，出晒煙，堂食一流，40蚊個3餸飯，絕對對得住個價錢，仲可以舒舒服服堂食。阿朱真心推介，地址放喺資訊欄，大家行過路過，真係要去試下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就請俾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阿朱會好感激大家，會繼續搵又平又抵美食，介紹俾大家。我哋下次再見。